10年前，因为心脏病来过身的音乐家苏杰英，捌替真侪电影、广告、纪录片配角，伊也捌得到金马奖、金钟奖、金曲奖等等的奖项。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即马也办一个纪念展，望后辈透过伊的手稿文笔，搁再一摆感受到伊用声音结合各种技术的卡架。 学生演奏台湾音乐家苏克英在生创作的经典乐曲《绿色梦土》，种一个梦，因为梦感念伊别逝10周年。他是你们的朋友，我母亲的丈夫，我们的爸爸，我的知己。正因为我们大家现在齐聚在这里，他能够继续的活下去。他从作曲，从我排练，他都跟在旁边，非常认真。 我非常感念他。苏克英2011年因为心脏病过身，才到53岁，替上百出电视剧、电影、广告和纪录片编剧配角。伊的音乐作品也受金钟、金马和金曲奖的肯定。伊到过身的前一曲，有缘伫咧舞台顶演奏。伊要去天国的时阵，迄年啊，阮两个讲好确认，阮两个要合作啊，这可惜了啦。包括拍电影、拍电视这种大众 艺术不入流的人，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态度，史业勇是不一样的。因为他说，反而因为爸爸的离去，打造了后来苦难的自己。苏克英经过90年代台湾电影产业稀微的时阵，不过有缘注心伫咧编剧，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也受家属的委托，将伊1984年替三号锦绣纪录片配角的影片整理出来，包括伊的手稿、乐谱、mixer 等等珍贵的文物，拢伫咧台湾戏曲中心展出，就望后辈伫咧乐声中，搁一摆听见苏克英对音乐的信仰。记者阿明真郑派文台北报道。